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5章34节到16章的13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标准。我们昨天谈到了上帝的眼光，我们若是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，就不难发现事情的发生会很不一样的。就好像我们如果用空拍机来拍我们的地面，我们也会觉得跟过去的观感完全不同。那种居高临下换个角度看世界真的很不一样。上帝用他的眼光来挑选人服侍他，上帝的眼光不同，他看人的标准当然也不同。在扫罗王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之后，上帝就差遣撒母耳到耶西的家中去挑选下一位要被膏抹的人。结果撒母耳看为好的一个一个被上帝给排除，因为上帝看人的标准是不同的。撒母耳记上卷15章34节到16章13节这样记载。后来撒母耳回拉玛去，扫罗王也回基比亚家去。那时候一直到死，撒母耳没有再看过扫罗，但是他为扫罗悲伤。上主后悔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。16章，上主对撒母耳说：“你要为扫罗悲伤多久呢？我已经弃绝他，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。你带一些橄榄油到伯利恒去，到一个名叫耶西的人那里，因为我已经选了他的一个儿子做王。”撒母耳问：“我怎么能够去呢？如果扫罗知道了，一定杀了我。”上主说：“你就带着一头小牛去，就说你是要去那里向上主献生祭的。你请耶西来参加祭祀，那时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指示你的那个人，你要膏他做王。”撒母耳遵照了上主的话做了。他到了伯利恒，城里的长老们战战兢兢地来见他，说：“你的访问是带来平安吗？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是带来平安。我是来向上主献生祭的。你们要洁净自己，然后跟我来。”撒母耳也叫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洁净自己，请他们来参加祭礼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儿子以利亚，心里想：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。可是上主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外表和高大的身材，我没有要选他，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，我不看外表，我看内心。”然后耶西叫他的儿子亚比拿达走过撒母耳面前，但撒母耳说：“不，上主也没有选他。”耶西又叫沙马上前，撒母耳说：“不，上主没有选他。”这样耶西把7个儿子都叫到撒母耳跟前。撒母耳对他说：“不，上主没有选他们当中的任何人。”于是撒母耳问耶西：“你还有其他儿子吗？”耶西说：“还有一个最小的，他在外面放羊。”撒母耳说：“叫他来这里，他不来，我们就不献祭。”于是耶西派人去叫他来。他是个英俊的青年，双颊红润，眼睛炯炯发光，
上帝对撒母耳说：“就是他，膏立他吧。”于是撒母耳把橄榄油拿出来，在他的哥面前膏立了大卫。上主的灵立刻支配了大卫，从那天起与他同在。然后撒母耳就回拉玛去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谈到过了，上帝拣选人，耶稣基督呼召人都有自己的标准。上帝不偏待人，也不以貌取人，不以能力来做评量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，上帝挑选的人标准非常的不一样，很多人都是人的眼光当中看为是不好的，是罪人，或者是没有能力的。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2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呼召当时候被犹太人定位为罪人的税吏利未。利未马上就放下一切来跟从他。我们看经文，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收税的人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关上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利未就起来撇下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。许多的税棍和其他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宴会。有些法利赛人和属于他们一派的经学教师向耶稣的门徒埋怨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跟税棍和坏人一起吃饭？”耶稣对他们回答说：“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而是要招坏人悔改。”上帝所看重的就是人的心，不是外表所显现的象征，更不是以人的标准来看的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：上主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要怕谁呢？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有什么好畏惧的呢？作恶的人攻击我，仇敌杀害我的时候，他们都半跌扑倒。纵使大军团围困我，我也不害怕；纵使仇敌袭击我，我仍然要信靠上帝。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赞扬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。这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庇护我，他使我在他的圣幕里得到平安，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。因此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，我要歌唱赞美上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学习用你的眼光、你的标准来看人，来看世界。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眼光跟标准来判断与人交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